最痛嗰一次就係入咗醫院啦，今日去咗急症室，瞓咗7日醫院咯。療程之後痛少咗好多，行得好舒服。Hello， 我叫 Kitty， 我係髖關節痛，痛咗20-30年噶啦，刺痛、冤痛就拉埋落去小腿個肌肉。你一踩落個地下度就刺痛，所以令到成隻腳都痛，根本行唔到，叫住你行噶，直係好誇張噶，企喺度又唔得，瞓喺度又唔得，唔紮住都痛嘅。最痛嘅時候係行唔到嘅，因為痛所以令到我成日要喺屋企，唔可以出街，會崩潰啊！我根本對無助啊，所以咪自己喺度喊咯。2年前到啦，我試過去拍個骨，落條腰，幫我扯翻長隻腳佢咯。每一個關節佢都幫你扭一扭，又啪一聲咁樣嗰啲咯。拍完骨之後痛得密咗嘅，就係唔想令自己再痛，所以嚟咗呢度自己衝上嚟。Ann-Gillian 再生部儀器係幫你吸啲冤走嘅，痛少咗好多。咁我依家都行到好舒服，我以前做唔到啲動作，依家都可以扭到擰到咁樣。見到自己好緊，梗係好想以前咁樣游水啊、打波啊、打壘球啊、跑步啊、打羽毛球啊咁樣咯。周圍做好多嘢，去呢度食飯，去嗰度玩。Ann-Gillian 再生幫到我。Ann-Gillian再生幫到我。